耆老熟练地吹奏着口簧琴，不仅展现出活力，也感动了现场所有来宾。这是台湾泰雅族语言文化研究发展学会所举办的 Gagana Ba'aras Navagis 敬老传承活动。来自泰雅族各流域的耆老代表，以口说与吟唱的方式，介绍着自己和自己的部落，并诉说族语对文化传承的重要。学会也以礼金跟泰雅族传统食材赠送给耆老，延续 Ba'aras Navagis 敬老尊贤的精神。这个是我们从小开始就有这种对，我们的Gamalu Navagis 这个我们这是敬老的这个传统的习惯习俗呢，一直保留到今天。所以我们今天召集这些各个部落的，今天有10个代表。来做我们这个孝亲的一个典范的一个对象。所谓耆老在部落里面是全部落的人都能够敬重他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生活的经验都很丰富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发生，或者是有什么症结产生的话呢，他就会调和他们。去调解他们的事情。活动的现场不只有长辈，还有来自各部落的泰雅族青年，他们共同宣誓遵守敬老尊贤的誓言，并和耆老们进行大合照，要好好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刻。这个活动非常好，可以鼓励我们传承文化，语言文化之外，也等于在鞭策我们要有一个伦理的正确的观念，所以我今天来这边，我看到这么多人参与，心里非常感动，几乎要流泪。能够来一次看这么多的耆老，我觉得这已经让人很感动了。如果要跟年轻人去传达，要去传承像口簧琴的部分或是语言的部分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努力的地方。透过敬老仪式的活动，凝聚来自不同部落族人的向心力，也举办了文化论坛，期望将泰雅族敬老文化继续传承发扬下去。原视新闻乌溜桃园大溪采访报道。